许多长辈总是被叮咛要多吃水果，但鲜少有人会向您解释清楚，某些水果，特别是当您年过60之后，可能会悄悄地破坏您的血液循环，削弱您的双腿力量，甚至加速肌肉流失、肌少症。这不仅仅是糖分的问题，更是关于您逐渐老化的身体如何对这些水果中的特定化合物产生反应，以及它们如何导致血糖飙升，消耗体内的镁元素，甚至阻碍氧气输送到您的肌肉，在这个分享中，您将了解到银发族应该立即停止食用的7种水果，以及应该吃什么来保护您的肌力、耐力和平衡感。首先是香蕉。如果您是活动量大的人，香蕉堪称健康零食的模范生。它们在健身包、便当和早晨的例行公事中随处可见，这是有原因的。它们容易剥皮，不需要准备，还能提供快速的能量补充。但这里有一个没人告诉您的真相：香蕉的好坏取决于情境。这意味着它对您是有益还是有害，完全取决于您的生活方式。如果您身体健朗，现不举重、流汗，香蕉就是一种快速消化的燃料，您的身体可以立即加以利用。但是，如果您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您已年过60，且过住较为久坐静态的生活，那么香蕉可能正悄悄地导致您的疲劳、腹部脂肪堆积、胰岛素阻抗，甚至引发肌瘤抽筋。让我们从显而易见的事实说起，香蕉其实是伪装的糖分炸弹。1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含有约14克的糖，虽然这是天然糖分，但它在血液中的运作方式与一般糖分无异。当您吃香蕉时，特别是空腹吃或者没有搭配蛋白质或脂肪来缓冲时，您的血糖会迅速飙升。这种飙升会导致胰岛素大量分泌，这是负责清除血液中糖分并将其储存，通常转化为脂肪的荷尔蒙。一旦这波浪潮结束，您的血糖就会骤降，您会立刻感觉到疲劳、恼恶、易怒，通常还会渴望摄取更多糖分来让血糖回升。这种像坐云霄飞车般的起伏，感觉像是老化的迹象，但实际上这只是血糖不稳定的表现。如果您每天走1万步，健身或进行高强度的园艺工作，您的肌肉会将这些糖分作为燃料消耗掉。您的胰岛素反应是敏锐的，新陈代谢也能处理这种波动。但如果您的一天大部分时间是做出极少活动或只做轻微家务，那些糖分就无处可去。因此，身体会将其主要储存在腹部，这是脂肪堆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它包裹住您的内脏。随着时间推移，这会增加罹患第2型糖尿病、心脏病和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问题不仅在于糖，还在于营养失衡。香蕉以高钾含量闻名，钾有助于调节心率、神经功能和体液平衡。这听起来很棒，直到你意识到它们的镁含量很低。这很重要，因为钾和镁是一对搭档，它们协同工作以支持肌肉功能、水合作用和神经传导。当其中一个过高而另一个过低时，特别是对于镁储存量已经因压力、药物和年龄而后紧的长辈来说，您就会开始出现症状。最常见的是肌肉抽筋、夜间腿部抽筋、脚趾痉挛和小腿紧绷。这些并不总是随机发生的，它们通常是矿物质比例失调的信号。
讽刺的是，许多常辈为了治疗抽筋而加倍吃香蕉，认为补充更多的钾会有帮助，但实际上他们真正需要的是镁。结果抽筋不仅没好转，反而更严重了。您的身体并没有搞混，它是在试图引起您的注意。那么结论是什么呢？并不是说香蕉是邪恶的，它们不是。它们是一种工具，但像任何工具一样，必须由对的人在对的时间用于对的目的。如果您准备去爬山、举重、跳舞、打网球或做体力劳动，吃根香蕉是合理的。您的身体正准备吸收并利用那股快速的能量。但如果您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因为觉得香蕉很健康而拿来当零嘴，您只是在毫无意义地让血糖飙升，而您的身体将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您喜欢香蕉并想继续吃，请改良您的食用方式。永远不要单独吃香蕉，请搭配蛋白质和健康的脂肪。试试半根香蕉搭配杏仁酱和肉桂粉，或者将其加入含有绿色蔬菜、奇亚籽和胶原蛋白的果昔中，或者在运动后食用，而不是作为被动的零食。限制频率也很重要。对于久坐的生活方式来说，每天吃实在太多了。每周1到2次，当您的身体确实需要燃料时，再吃是更实际的节奏。如果您在早餐后感到疲劳、腹部莫名发胖、能量崩盘，或者在上午及夜间出现腿部抽筋，请开始追踪您的香蕉食用习惯，试住暂停2周，看看会发生什么变化。用低升糖指数 low 级的水果，如莓果或青苹果来代替。多吃富含镁的食物，如南瓜子、深绿色叶菜或黑巧克力。多喝矿物质水，支持您身体的真实需求，而不是它的渴望。我们生活在一个热爱简单答案的世界，但健康取决于情境。香蕉并不坏，但它们往往被错配了。年纪越大，精准度就越重要。每一口食物要么支持您的精力，要么掠夺它。每一种食物要么与您的新陈代谢协调，要么堵塞系统。唯一知道答案的方法，不是听信流行趋势，而是倾听您自己的身体，诚实地问自己：吃完香蕉后，您感到更敏锐、轻盈、清晰吗？还是1个小时后感到脑袋昏沉、疲惫和胀气？您的身体正在说话，它一直都在说话。有时候，健康始于质疑您过去认为安全的事物。香蕉不是坏东西，但它不适合每个人每天食用，特别是如果您不常活动的话。接下来是葡萄，它们看起来无害清爽，一口一个。一碗葡萄感觉像是安全的，甚至是高尚的零食。是您用来代替糖果或洋芋片的选择。多年来，您可能听说它们有益心脏健康，富含像白藜芦醇这样的抗氧化剂，对皮肤好，甚至能预防疾病。但对于长辈，特别是那些活动量不大或血液循环较差的人来说，葡萄可能会悄悄成为日常饮食中引发发炎和代谢功能障碍的最具欺骗性的诱因之一。原因在于，葡萄几乎就是伪装的纯糖，那柔软的外皮和多汁的果肉充满了葡萄糖和果糖，这2种形式的糖分会迅速进入您的血液。仅仅抓一把，大约15到20颗葡萄就含有超过20克的糖，比一条小糖果棒还多。而且与糖果棒不同的是，葡萄没有标签，会让您停下来思考。它们不会让您感到放纵，它们感觉很天然，但天然并不意味着中性。对于糖分代谢效率较低的年长身体来说，葡萄造成的伤害可能比您想象的还要大，特别是在整天无意识地食用的时候。问题始于血糖飙升，葡萄会迅速进入血液，导致血糖急剧上升。
在较年轻、胰岛素敏感度较高的身体中，这种飙升可以很快被控制。但对于长辈，特别是那些面临胰岛素阻抗、糖尿病前期或胰脏功能下降的人来说，这种糖分会滞留。它制造了血糖飙升与崩盘的云霄飞车，一瞬间让您的系统充满胰岛素，下一刻又耗尽您的精力。每次发生这种情况，身体都要付出代价，增加发炎反应，削弱微血管壁，并对血管系统造成压力。这就是您开始感觉到症状的时候：脚踝肿胀、手指浮肿、下午时双腿感到沉重。这些不仅仅是血液循环不良的迹象，它们是血糖过载的信号。您的身体正在努力清除血液中的糖分，维持体液平衡和血管张力。葡萄看起来很轻盈，但它们对代谢的冲击却很沉重。特别是如果您已经在应对静脉曲张、神经病变、四肢麻木或夜间腿部凝症候群 （restless leg syndrome），葡萄可能会悄悄地助长您试图缓解的这些问题。讽刺的是，大多数长辈会在餐与餐之间把葡萄当点心吃，而这时他们的胰岛素已经不稳定，消化也较慢。这不仅会让血糖不可预测的升高，还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因为肝脏必须处理这些未被燃烧转化为能量的糖分。如果您没有在活动，如果您是坐住阅读、看电视或午休，那些糖分无处可去，就会被储存起来。通常会储存到哪里？腹部、肝脏和血液中。随着时间推移，这会增加腹部脂肪、脂肪肝、三酸甘油脂和全身性发炎。那么，葡萄含有抗氧化剂吗？是的，特别是白藜芦醇，这与心血管益处有关。但真相是，您需要吃下好几斤的葡萄才能获得具治疗效果的白藜芦醇剂量，而到了那时，您的身体早已被大量的糖分淹没，任何益处都被代谢压力所掩盖。如果您真的想要白藜芦醇，不如服用补充剂，或从适量的红酒等发酵低糖来源摄取。葡萄之所以有害，不是因为它们缺乏营养，而是因为在任何益处发挥作用之前，它们就已经用糖分压垮了身体系统。那么，有什么替代方案呢？如果您喜欢水果，有更安全的选择。莓果类含糖量较低，纤维含量较高。一把覆盆子或蓝莓可以提供抗氧化剂，支持血管健康，且对血糖的影响要小得多。甚至是切片的青苹果、撒上瑞佛是适量的梨子，都能给您甜味而没有糖分炸弹。如果您要吃水果，请随餐食用，不要单独吃，将其与脂肪、蛋白质或纤维结合，以减缓血糖反应。永远不要单独把葡萄当零食吃，特别是在下午或晚上，那时您的胰岛素敏感度最低。最重要的一点是，您的身体会随着年龄改变。30岁实行得通的方法，在60、70岁时可能不再适用。您对糖的耐受力、调节血压、管理体液滞留和有效循环血液的能力都在下降。这不是您的错，但是因它是您的责任。当您整天追逐孩子跑或忙于琐事时，吃葡萄可能没问题，但现在当活动量降低且恢复速度变慢时，您必须变得更有选择性，不是限制，而是要有意图。所以，如果您正受肿胀、餐后疲劳、腿部不宁或脚部麻木之苦，诚实地问自己：葡萄多久出现在您的日常饮食中？他们是在帮您吗？或者他们只是一种习惯，一种以健康为名的悄悄放纵？身体不会说谎，它透过症状说话。如果您的身体正在发出信号，是时候倾听了。葡萄不是邪恶的，但它们与许多常辈的体质并不匹配。不要被水果
这个词语弄要以您的感觉为导向，是轻盈、充满活力、思绪清晰，还是肿胀、疲惫、脑雾？您的血液循环、胰岛素和精力都值得比一种假装滋养却欺骗系统的水果更好的待遇。了解您的身体，尊重您的生理机能，别让糖分戴住健康的面具。西瓜，这是夏天的最爱，甜美、多汁、清爽，它让您想起家庭野餐漫长的午后和儿时的笑声。在温暖的日子里切开一大片西瓜，那种鲜红的果肉，那种凉爽，那种简单，无可否认的令人怀念。在文化上，西瓜赢得了健康水果的美誉，毕竟它大部分是水，它能补水，它很清爽。但这里有个残酷的真相，大多数人不愿意大声说出来。如果您年过60且活动量不大，西瓜是您能经常吃的零食中最糟糕的选择之一。不是因为它不天然，而是因为您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它所造成的血糖混乱。让我们从西瓜的成分说起，大约92%是水，其余大部分是糖。它的纤维极少，脂肪极少，也没有真正的蛋白质来减缓消化。这意味着当您吃它时，特别是在空腹或没有其他食物平衡的情况下，它会迅速冲击您的血液。用科学术语来说，它的升糖指数阈值很高，根据成熟度大约在72到80之间，这比白吐司还高。当您年纪大了，胰岛素敏感度自然下降，您的胰脏反应不再那么灵敏。当血糖调节变得更加脆弱时，这种飙升会制造一场代谢风暴。您的血糖飙升，您会感觉到一阵快感，甚至是一种虚假的能量感。但在30到60分钟内，那股糖分会崩盘，让您比之前更虚弱。您的手可能会发抖，双腿可能会感到沉重，思绪变得模糊。如果这种循环日复一日，一顿点心接一顿点心的重负，您的血管就会开始受损，特别是脚部、手部和大脑中的微血管。西瓜尝起来很清淡，但它的影响绝非如此。这里有个鲜少被讨论的事实：长期使用高升糖食物会损害您的微循环。那是输送氧气和营养到您的手指、脚趾、眼睛和大脑的微小血管网络。随着时间推移，血糖飙升会使这些血管发炎，导致它们变硬并失去功能。血液流动不再顺畅，组织无法接收所需的营养。您开始感觉到早期症状：手脚冰冷、麻木或刺痛，夜间腿不宁，站立时头晕，甚至小腿伤口愈合变慢。这些不仅仅是老化的迹象，它们是血液循环不良的迹象。而您对水果的选择可以帮助或损害这个过程。再加上一个现实，大多数人是在午餐后的下午茶时间单独吃西瓜，很少有人会搭配蛋白质或脂肪。这意味着没有缓冲，它就像液态糖一样滑入您的系统，分量越大，造成的伤害就越大。您不需要吃下一整颗瓜才会感觉到影响。每天只需几片就能建立起血糖和血液循环不稳定的模式。对于患有糖尿病前期、第2型糖尿病或代谢症候群的长辈来说，这是长期衰退的处方。更糟糕的是，那种清爽的感觉是误导性的。人们吃西瓜以为在补水，但如果没有钠、钾、镁等矿物质将水分锁在细胞内，水分就会直接穿过您的身体，这会让您比之前更脱水。您可能会发现自己频繁排尿，随后感到异常疲惫、口前舌燥和头晕，这与您已未摄取的水量不符。再次强调，
这不总是老话，通常是由错误的补水策略引起的电解质失衡。西瓜给了您水，却没有给您留住水的元素，那么您能做什么？您不需要终身戒除西瓜，但您需要停止无意识地吃它。如果您要吃，请把它当作甜点，而不是补水工具。在均衡饮食后，吃一小份，不要空腹吃。搭配脂肪或蛋白质，例如几颗杏仁、一片起司、一颗水煮蛋，这有助于稳定血糖并减缓吸收。最重要的是，不要每天吃，把它留给特定的时刻，而不是变成习惯。观察您的精力、平衡感和专注力如何反应。如果您无缘无故感到疲累，如果您的双腿感觉拖不动，如果您的早晨脑雾蒙蒙，或者下午崩溃，请仔细检视您正在吃的零食。您可能以为自己做出了清淡的选择，但您的身体，特别是60岁后的身体，处理西瓜的方式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曾经无害的东西，现在有了代价。循环很重要，血流很重要，清晰度很重要，每一口食物都在发出信号，导向健康或远离健康。所以下次当您伸手拿一片西瓜时，问问自己，我是在滋养我的身体，还是在湮灭它？您的答案将决定您这一整天的感受。果汁，所有类型的果汁，这是超市里最大的谎言之一，一个从小就灌输给您的观念：早餐喝一杯柳橙汁很健康，苹果汁是汽水的聪明替代品，葡萄汁能增强心脏。标签上写住100%原汁，无添加糖，免疫支持，富含维生素 C。听起来像是营养品，感觉像是负责任的选择。但如果您年过60，特别是如果不常运动，每天喝果汁不仅没有帮助，它还正悄悄地破坏您的血管、新陈代谢以及保持站立稳定的能力。真相是，没人会对您做这类行销。果汁只是浓缩的糖，不管它是有机的、冷压的、现榨的，还是无添加剂的，一旦您剥夺了水果的纤维，一旦您移除了咀嚼的过程、饱足感和缓慢的消化，剩下的就是液态糖，它会重击您的肝脏，飙升您的血糖，并加速老化。而且年纪越大，越难从这种损伤中恢复。让我们分解一下。一杯有橙汁，仅8盎司，约240毫升，就含有约21到26克的糖，大部分是以果糖的形式存在，这相当于一次吃下午到6茶匙的糖。但您并不觉得自己刚吃了甜点，您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因为食品工业训练您把果汁视为维生素。但果糖的运作方式与葡萄糖不同，它不会直接进入血液供肌肉使用，它几乎完全在肝脏中代谢。当您日复一日将大剂量的果糖倒进肝脏，特别是在没有纤维或运动的情况下，结果是可以预见且毁灭性的脂肪肝、胰岛素阻抗和发炎胰岛素阻抗。您那因年龄而代谢变慢的肝脏会不堪重负，开始将多余的果糖储存为内脏脂肪，那种包裹住内脏的危险脂肪。这种内脏脂肪不会乖乖待住，它会释放荷尔蒙和发炎信号，损害您的血管，减缓肌肉恢复，并增加跌倒、肿胀和行动能力下降的风险。这一切可能始于看似无害的每日一杯果汁。更糟的是，许多长辈在一早空腹时喝果汁，这意味着没有食物来减缓消化，没有纤维来结合糖分，没有营养素来缓冲冲击。您的血糖一飞冲天，胰岛素激增，1-2个小时内您就会崩溃，疲惫、脑雾，渴望更多糖分。如果您将果汁搭配吐司或麦片，您就是把糖层叠加，您的胰脏会过度运转，
循环变弱，您的双腿会感觉到走路时那种沉重不稳的感觉，上下楼梯时的摇晃，看后难以保持平衡的挣扎。这不只是老化，这是糖分诱发的血管疲劳。不只是柳橙汁、苹果汁、葡萄汁、蔓越莓汁、石榴汁，甚至是标榜无添加糖的版本，对身体的冲击都是一样的。没有纤维，身体对待它们就像对待含糖汽水一样。事实上，大多数果汁的含糖量与汽水相当，有时甚至更多。它们让血液充满了无法带来饱足感的热量。您喝了，但不觉得饱，只觉得不对劲，胀气、迟缓、莫名的虚弱。接下来是最糟糕的部分，您的身体不再对胰岛素做出适当反应，这称为胰岛素阻抗。这是导致代谢疾病的第一张骨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长辈即使吃得少也会变胖。这就是为什么腹部脂肪变得顽固。这就是为人距离也会经历耗，因为一旦胰岛素运作不良，您的肌肉就无法摄取燃料，循环无法适应，您保持直立、稳定和头脑清晰的能力就会受损。所以，让我们直白地说，如果您每天喝果汁，现在就停下来，它没有在帮您补水，没有在保护您，没有给您真正的能量，它在伤害您。即使是家里现榨的果汁，即使是有果肉的，也都缺少了让水果健康的关键纤维。您喝的不是水果，您喝的是水果的糖。令人惊讶的是，许多长辈在戒掉果汁几天内就感觉好多了，胀气消退了，双腿感觉更轻盈了，站立时更稳了，饥饿感恢复正常，午后那种昏沉的崩溃感消失了。因为当您停止用果糖淹没血液时，您的肝脏就不再喘息，胰岛素开始恢复功能，肌肉、大脑和肠道开始同步运作。如果您想要补水，喝水；如果您想要味道，加点柠檬、小黄瓜或薄荷；如果您想要营养，请吃带皮带果肉的完整水果，如苹果、梅子。它们仍然含有糖，但被包裹在纤维中，所以能温和、安全且尊重地进入系统。这才是大自然设计水果的运作方式。果汁是对这种设计的劫持，是一条代价高昂的捷径。所以下次当您伸手拿果汁时，问问自己，我是为了健康而喝，还是为了让自己受困的习惯而喝？因为您的身体正透过循环、平衡感和渴望在说话，而且它不再只是低语。打破循环，抛弃果汁，您的肝脏、血管、双腿和清晰的思绪都会感谢您。果钱，它们体积小、甜美，容易藏在包包或碗里。这里一把葡萄钱，晚餐后几颗杏桃钱，下午吃些椰枣配杏仁。果钱已经变成了健康的糖果，是人们试图避免甜点但仍想吃点甜食时的选择。行销手法也推波助澜，您会看到诸如无添加糖、无麸质、天然、富含抗氧化剂等字眼。但让我们澄清一点，对于大多数长辈来说，果钱不是健康的零食。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它是隐藏在健康光环下的代谢与补水灾难。要理解原因，您需要超越大小和标签来看待。葡萄钱不只是葡萄，椰枣不只是水果。一旦您将水果钱造，您就移除了其最重要的成分之一——水。